呀，哎呀，他这俺就今天讲我去，哎呀，那么就我是他边呢，他听到我经营不赢呢，俺让做前期上边动不了，但还来不及，现在没得，就是给我上班的，我说现在没得吧，他听俺让做干点俺去讲我那么总我不准备，他这，哎呀，安尼他过年那来对不，吹点不去，啊，这里就是去查掉的。就像讲我那么总我被前辈给，安尼，他过年那里对不，最近都工作前辈是那么是那的，是讲我那么总我被前辈突击公布，阿么滴，俺让做个长年级长久个身份，伢说200亿呢，讲我那么总我被前辈突击公布的呀，提个出来，啊，按讲我那么总我被前辈送body job 给了，body job 给难对你我的，到我定中当。那就不错嘛，他都那沙巴的价钱你查掉了，这当啥给你的过呢？你送查掉了。天呐，那他啷个这么大不起呢？沙巴的价钱你给过呢？送吧，他熊做查掉了，给我送给啷个？人家我说对吧的，哦，他天天印度第一家人俺说，他都前面已经前去给什么搞咩的，现在没得话印象，俺说前去什么到把邻居穷了。아니 장문하면 종합을 치면 투기 공부해야한테 줘봐. 어다 들이지 차대요래. 뒤 대령 먼저 현대미래와 투주디 자침부지네 차대요래. 特别呢，就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呢，能够受持菩萨戒都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那特别呢，今天又是圆根灯会燃灯节，也就是宗喀巴大师呢实现涅槃的日子。那也就是为了纪念宗喀巴大师，所以才会有这个燃灯节。那其实纪念最好的方式呢，那就是照宗大师所讲述的，就是透由修持慈心、悲心、菩提心呢。那这个呢，就是最好的纪念方式。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宗喀巴大师他所有的著作呢，有18函的著作。那18函的著作里面呢，就是包含一切甚深以及广大行恶道。那以广论来说呢，广论本身呢，就是含摄着就是甚深道以及广大行道。所以我们最好的行持方式呢，就是照着大师的教戒呢来做行持。我听你说，他听你说的，那么叫我时间呢？上师诸佛及佛子，阿拉公布这都是，祈请哀悯意念我，如其往昔诸如来，从于生起菩提心，菩提萨埵诸学处，如是次第上安住，如是为利有情故，愿我亦发菩提心，如其所学诸学处，亦如次第能修学。上师诸佛及佛子，祈请哀悯意念我，如其往昔诸如来，从于生起菩提心，菩提萨埵诸学处，如是次第上安住。다름 신내 받다,是吧？对，다름 신내 받다. 如是次第上安住，大讲多了片段的，如是为利有情故，想去生的给个心，愿我亦发菩提心，想去生白拉巴拉，如其所学诸学处，把心都拉不来给。亦如次第能修学。他连你我去，连说白人把心都拉不给，前面告诉，安尼讨论这样，的都是的。那第3遍呢，念到亦如次第能修学的时候呢，那求请观想升起清净圆满的菩萨戒。提我嘛给修过修了个结果，这个搞我过面的，找我这样。
第二嘛必须如果这个他们家下来的，哦都是。那下一个寄送呢，就是经我此生不虚度的这个寄送呢，就是让我们升起随喜以及欢喜的心。那最后一个寄送呢，无论如何我自己呢，那就是立下誓言。那么叫我世界呢？上师诸佛及佛子，大了广播这都是其景哀悯意念我，其他人问题的设计，如其往昔诸如来，像就图你给吧的，从于升起菩提心，就三百拉巴拉，菩提萨埵诸学处，其他人是那不得，如是次第上安住，大家多了偏偏都，如是为利有情故，就三百给个心，愿我一发菩提心，像就三百拉巴拉，如就是给是其他人是那不得，啊其他人是那不得，如是次第上安住，大家多了偏偏都，如是为利有情故，就三百给个心，愿我一发菩提心，像就三百拉巴拉，如其所学诸学处，人把心都拉不来去。亦如次第能修学。顶对导致直播也，今我此生不虚度，你是不来我头？今我善来人中生，人上界人所见，今我生于如来家上，界世所他就多，成为如来亲长子。他能打给今年讲，无论如何，我至今准备来咱们的，当勤负荷此家我业，们准备一点了，勿令所行有玷污，没有得的强，于此无垢尊贵种。哎呀，其他的这些，啊，归生是归佛，归法，归生，归生是归佛，归法，归生，归生是归佛，归法，归生。诸佛正法显生生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不远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生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不远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生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不远大觉成。当年谈到第一讲啦，谈到第二年第几了，我让什么的就这事了。谈到程序审给东北，程序审给东北给接了。安尼顶对导致这部也没意思吧？来我的，第二三个人就三个说说，他就都说的抓起就多啊，抓起的说说马上做了，他今天给干完了，开始过来，今天被干家那么说呢，爸爸干家的是，说爸爸干，搞好过没呀？爸爸干的，搞好过没的，爸爸干的，老张给弄了啦，你呀，两个全部就差不多是吧？那老张给俺们了，家外人呢，家有点点有点不得行。खरे जाने जाओ तो सलाह वही ना महाराज 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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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सिम शू क्या है यार वो तेरा
탑람 배자요 오탕아 기부이 앞에 쓰는 첨부이 아서는 사대에 어다 지기 소소 저기 가서 그래 아니 답변에 소소라버지 너버지 뭐이나 밀리 된적이 밀리는 버지 미 이런 버지 탑대요래 아미 밀리 탑아잠제 맞아 도와리 두기 나로네 아니 개성이 또 개성한테 된절을 때는 아메 밀리 버지 탑대요 밀리 탑아잠이 세계면도 하나라도 중규지라서 나도 중요한 점기 마세베 아니 소소이네 베졌던 로존치야 고급지라요래 아니 데레데레치네 소소라 다대 예시비기 아니 깬 툼비기 깬 강이바디 나레레레 장가찌니 또도 맞지버체 밀레티시 껴도 소소라 튕게레레 창유스네 데시가고 해서요 말와 또도 데시가고라 소소랑라 로존기 냠레데 데네 성로 당다 지디 소소랑라 내가레레레 찌니 어찌웨이나 소소라 셈슈케야다 소소 셈 마슈미야다 소소라 뽑아케야다 소소 쇼케와요 그래서 다 디기야 아게케 말다 그래서 아게케세야 돼 카가래 그래서 어떤 소소다 그냥 뽑아다 아게니데 카가쳐那在上课之前呢，就是先跟大家就是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讲到呢，今我此生不虚度，今我生来人中生，今我生于如来家，成为如来亲长子的这个寄送的时候呢，最主要是策发我们自己呢发起欢喜心。那说起升起欢喜心呢，其实就是为了策发呢，让自己呢能够升起永汉的心。那为什么升起欢喜心？还有特别讲到说呢，策发自己的永汉心呢？那最主要呢就是要结合修心，因为呢我们在讲到说就是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如何结合修心呢？就是透由这种方式去思维，就是自己所获得的这一些，然后呢，人可以让自己呢对于三宝升起更强烈的信心。那譬如呢，我们可以去思维到说，我对三宝呢能够升起信心，然后呢，我具备呢就是不错的资粮，那我也累积了很多的资粮。那特别是呢，我现在已经获得了难得的人生，那跟三恶趣相比呢，人生是非常好的一个。真上升，那同样呢，获得人生之后呢，又得以出家，然后呢，能够学习经教。那所以我们在结合修心的时候呢，就是要去思维呢，就是我已经获得的这些顺缘，然后一个一个呢，清楚的去把它想出来。那为什么说要清楚的想出来呢？因为这跟别人在我们跟别人说我有什么功德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跟别人讲说自己具备哪一些优点的时候呢，我们会说个大概。不会讲述的这么清楚，但是在和修心教授做结合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思维说，我们已经具备了哪一些修学佛法的顺缘，然后一一的呢，就是清楚的把它记下来。那去思维的目的呢，是为了发起我们自己的心力，提升我们的心力。那这个呢，和升起我慢呢是不一样的。sem tum dem sem muk dem sem kum dem sem shum dem pendegi ngeni chung chi ki ne ka so manzo ki sem ki rang so sem mathuna di pet lam loba chi de thid wa nyanga chabo ya che za lam loba chi de thid wa nyanga chabo ya yin za di ka so so rangi ki ti mi sheba chi ki te she kyab che une che mi sheba de manzo na ki jigden be yong ra china khare lab gu ya resna 대시 경우야. 결혼 두세 두고 말 결혼 강바 도와 결혼 못하 도와 결혼 내가 도와 이 두스네 미 대시 경우디 누가 그것을 전부 말해 전부 요 말해 소소랑 데니 소소랑이 투베게 아니 대양 현라 통중단 계속 거네 많이 봐. 배는 현라 개 매버지 알아 두세디 현라 큐는 배신通中的开设的自己说说呗，原的闲的说说了，原的他约啥呗，的买不起，俺们这他就多少，当俺们这个卡的多少，是吧？当俺们这个卡的多少，别那俺们做送学的不进呢，在过去呢，引起民间对了对了，俺做个让我休息几个吧，所以呢，俺做了对了对了，让我休息几个，因为这送了单，俺对了对过也开没多少。
아니 말하는 거야 되는 말하는 차단 두 아니 차단 튕기는 차단 장상 아 가르치는 된 장하자 아 뒤는 가르치는 게민 말하는 민기체도 좋고 그랬어 자저 대대치는 소소랑 상로 땅지 소소소 섬슈 게 두즈치는 셈 디기 초지랑 아게 자야라 팬도 왜 초지랑 아게 자야라 팬도 그래 초지랑 셈 마슈발라에 팬도요 디페 미스 팬도요 那在这一种就是解释的方式呢，就是在思维自己功德的时候呢，它跟我们在跟别人去做解释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一定都会有遇到痛苦，或者说遇到心力下落，或是怯弱心升起的时候。那当这种心力变得，这种心变得很强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呢就去入于颠倒的道。那我们在思维自己具备顺缘的时候呢，并不是要去解释给别人听说，哦，你不用太伤心，你不用太难过啊。你看，你有车子，你有房子，你有工作，不是用这种方式去解释给别人听，而是要解释给自己，讲述呢自己对于自己具备的哪些顺缘。那当我们能够思维自己具备哪些顺缘的时候呢，那它并不是。那他并不是呢，就是为了说去蔑视他人，或者说看不起他人，或者说觉得我的功德超胜于他人。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就像是我们去听法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喜欢挤到前面去，都希望说能够看到或是离说法师呢越近越好。那这种呢，就是我们其实换一个角度去想呢，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坐在这个听法的时候一定要坐在最前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思维自己的条件，各方面的顺缘呢，我都已经具备了。那我为什么要为了我自己呢得到一些好处，或者说为了自己得到一些好的名称呢，就一定往前面挤，然后挤到就是最前面呢？那透由就是我们常常思维，就是自己具有哪一些功德的时候呢？那这种功德，只是说具备学法的这些顺缘的时候呢，那我们要是能够好好思维的话，它是能够对治我们的慢心。那一方面呢，能够对治我们的慢心；另一方面呢，它也可以让我们的心力呢，就是不会退却。其实第一对俺最给上了当中的上了当被告诉闲了，反正俺最给特别呢，俺让做这不起因为呢，他米类叔叔原的牙有稍微给都上了马当去啊，可能俺原的闲来原的俺牙有，闲来变就俺那当牙有，啊你谁的闲来听见闲来俺听见牙有什么了不的，对的呢？俺记得这书签抓你应该有了，他第一个是的了，俺嘞，现在老中俺嘞牙有啥上了马当去，哎呀老中牙他就讲呀，可靠啥是吧？第二就俺牙有些上了的，可多的来头没啊？俺牙他就是现在俺老中牙他就讲呀，可靠啥送，俺给人上不去太送，俺给人上不去太送，他一那样。对了，你有了，所说的这个上不去太松是了，对了，上路当当的了，你用过了，看这个你给人的现在没着也会有谁去，也会有是来的呢，是给的了，上路当当你有了，你给的完了100%个人全不赢，是呢，上路当不赢呢，没给要主要嘛，因为我把它主要嘛，啊，但你给的完了个人全不赢，上面关的上路马当不去，你给的。先苏康的没得给，那边干了呀，台湾给的先苏康的没被给原来的干了有300呢，到了这个要嘛，那看怎么去呢？反正给这些人的呢，所干的，所修就加的下去，是吧？那先买了送的呀的，对那用不了，人家请不了，这都说让的啊，我那干天天去图我的，那么天天去接我的，那么天天去接我的。100%个人请不赢300呢，上了当的到这个先，马来文讲哦，你给的现在没得苏康怎么领的呢？你给的嘛都没事了呗呢？啊，你没忙不起，到这个嘛看到没办的，第到主要嘛，就是第一个团呢，说给团呢，上了当的给团呢，这引起了，上了我们当然开发主要。所以呢，我们在思维自己的功德呢比他人好的时候呢，我们最主要去思维到说，
我功德的好呢，我们不是用去比较的方式去想说，哦，我的某方面功德呢比其他人来的超胜，或者说我的经济能力呢比别人好，或者说呢我的哪一方面呢比你还要厉害，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去做思维。然后去思维的时候是要思维到说啊，我今天呢能够有学到这样子。这种学问的这个机会，我今天有学到佛法的机会，是以这种方式呢去做思维，而不是以这种比较的心态呢去做思维，或者说呢，我在思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思维说，哦，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善知识。那当然，我们在思维我有一个好的善知识的时候呢，它同样也分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那一种呢，就是思维说，哦，我的善知识呢，就是特别的超胜，好像没有其他的善知识呢，比我的善知识还要厉害的。那这种想法呢，就有一点掺杂我慢，因为他会觉得说，好像你只是特别去推崇你的善知识之外呢，那好像会看不起其他的这些善知识。所以我们在思维说我有一个好的老师的时候呢，也不是从这种比较的方式去做思维，而是去思维说这个善知识呢，他对我的恩德。他对我恩德的超胜呢，在于什么地方？以这种方式呢来做思维。就파마이는 찍어라. 파면 나라 까는 첨부이 슬라바데다 파마 som블링 수가 까는 첨부이라나 미술 강가 얘나 이 나와 로라. 네 파마디 som블링 나나 네 파마 마시 맨 다부지 수강마도 메라나 맨나 녀보 미도와 미 상말에 녀보야만 티나시 찍바래. 그래서 대대기 돈에 지도 먼저 로종이 냠네 때라 소소 대대기 돈에 지도 어탕가와 상부이 삼수소소 가와고 야야 아디 칸에 라고 해 뺏게 첨부해. Ano kanila wani manzo sono chumboreda kaya samboreda wani ya boreda su tam tende samno tang da kanjam chini sosola di nang kare chugure na chok sheba de dina chugure bayo ba de di chagyo chok sheba de di chagre inji mi chok shesa surdo koma lo sur tigara chok sheba da bayo ba singe de dina lembo 那同样的呢，就是我们在思维善知识是用这种方式来做思维。那同样在思维父母对我们的好的时候呢，也是思维说父母对我的恩德嘛。因为如果我们去外面呢跟别人说啊，我父母亲呢对我有多好多好，那这个是确实的嘛。但是如果我们出去讲述父母的恩德的时候呢，会去跟别人说啊，我的父母亲多厉害，没有人比他们还要好，没有人比他们还要厉害的话呢，那这样子当然是他会听不下去嘛。所以我们在讲述功德的时候，不是以比较的方式呢去做讲述，然后纯粹呢就是去思维说这样子对我的恩德对我的好处。所以我们常常呢要去思维到说啊，我真的是福报还不错，诶，我的功德呢好像也还不少。那我们不只要去思维，而且常常呢也嘴上这样去讲。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子我们自然就能够知足，我们很容易得到满足，然后也会知足，就不会有这种不知足的这种过患就不会产生。因为你会觉得说，哎，我各方面的顺缘都具备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就很容易感到满足了。당연 로종 길 마고 마시. 그래서 달 로종 되지. 어다 되리. 关于修心的部分呢，那我们就不多做解释，那我们就回到课文。다른 난조 까담 슝바와치 말이야. 타야 까담 슝바와라 까담 람리바다 까담 맹아버시다 야 따다 딩 말아. 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当这个嘎当的教典派，要是当太多就是嘎当的这个教授派，或是嘎当这个广论派到实地实修派的话呢，这个可能也不是。哎呀，아니 어디지? 다디 다다 먼저 가래. 到我们上次到哪里呀？萨当波永久一层啊，是랑기기사 스카프 넘버스는 시는 되는 게 얘랑 스위치 때부터 줬어요. 그래서 얘랑 다 되래. 더 되래. 다 가서만 저 뒤식대로와 근데 뭐 왼쪽은 이시다. 제가 가상만 저 뒤낭러 얘기 단다 랑겔 슝네기 남샤 체다 마제 케란스 트워치게 페지 레수 삼소와 레수 삼소 아니
단다 디 군계 직면 원부기 디나라 민자와 지라 군계 직면 원부기 산남들라 랑게 기시리라고 방제조 제베네기 아니 카르스나 랑게라 슈네기 남샤 미조라 세지도와 슈네기 남샤 미조라 세지 어때 말에 군계 직면 원부기 쇼그라고 돼. 군계 직면 원부기 가 이 단단에 레시 센텐 된저 군진 직명홍보 군진 직명홍보의 쇼장 등에 납샤 저런들 쇼장 총과 저런들 따다 대담은 나왜 켜바디 세고를 왔다 那就是我们上一堂课呢是讲到第20页的第一行，就是亦或见白地或其他相同，若在归类可以归纳为声闻独觉二谛。那之前呢，就是有人问到，就是关于就是独觉谛呢，它是否具备了这个小乘八谛？那这个在就是二世江妙大师呢，他所著述的这个中里面呢，就是有讲到说，声闻独觉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小乘八谛的。那如果说大家有原文的话呢，可以去看，是在藏文版的第6页。对，6页那个的话，他开发门都是刚刚他的第군진 직명홍보 디나라 슈네기 남샤 미족 송샤 와 디레 다 단당에 디 미족 송바라와 미족 슈네기 남샤 미족 송바라 당에 또도 라고 저런 센터에 저런 슝다 되도 제야다 되도 저런 다규체 말해 이 된다 또도 되도 시작하고라 다 어데레 다 케토rum부치기 동도 계산미 제나라 랑게 당에 도도도도 랍샤네 하그래 케토rum부치기 파르니바트레 이버시 당도 당보디 벤제 소나 잡아드레 벤제 소나 잡게 다가랑 벤제rum부치기 랑게를 슈네기 남샤 미조 송파레 그래서 어데레 송파레 다 단다 망셰 슈네기 남샤 다 케토rum부치기 동도 계산미 제라 아니 랑게를 슈네기 남샤 저버치 통고요래 송치그래 송아 이치그래 저 키도를 묻히기 아야 슈네기 남샤 저버치 통고요래 그래서 다들에 노들에 다 되네 그래서 쇼탄 겹지 경하고 와들 대체를 치미도베 콜로도를 천주선바 대베주스 장원의 점 나사기기 봐도 강사 남샤 좀 된데 니기 신도 서와 송비쳤어 그래서 아니 케도를 묻히기 동도 계산 미지에 나라 아니 슈네기 남샤 랑겔 슈네기 남샤 치원바 디 동도 계산 미 남샤 또게나 남도 또게나 본다 남샤 또게 나와라 그래서 남샤 또게 나와라 디 직송이야 그래서 다들이 다 되네 어때 다들이 다 되네 레시 센테나 레시 센테나라 아니 가르송신 송여래 슬라바이나 레시 센테나라 나야 송드는 거와도 디비시 샤원 되는 거나 당스 야 되네 레시 센테나라 데디도와 타마쇼로 니바티 와들라 랑겔 넬 디송게 어디 디송시 那就是呢，刚我们讲到呢，就是在第2世迦妙大师呢，就是无畏自在呢，他所造的中义里面的第6页呢，就是有讲到说，关于独觉呢，他们是不承许有就是小乘八谛的。那同样的呢，就是以福称大师呢，福称大师他也是承许说，就是声闻呢是不具备小乘八谛。那除了这2位之外呢，那像是在克主杰大师呢，他所造的这个善说南正光明论里面呢，那就讲到说，就是声闻谛呢，他们是声闻呢是可以承许有小乘八谛的。那它最主要呢是引这个不来的这个他就引述了一部经论呢，然后来承许到说呢，就是独觉呢，它也是可以安立小乘八谛。他等于那些深圳人啦，小当把他定义接了，结果当上他们的当地
他们的完整经营松西啊出国去了对的，这是以前完了这个人的出国了，看到第一期起码你代表让给了你，希望的起码呀有的。根据咱们他们的让给的有的对你出国办的，希望国办办那起码的有些是，其实让给了起码有把的那些现在的兄弟的嘞，其实让给了那些现在等于的party可能是群众。可能是稍微当下的这个吧，对了，好。那同样的呢，宗喀巴大师呢，他在经曼论里面呢，然后也有讲述到，就是在讲述到这个八相八果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就是获得了独觉之后呢，然后去入于，就是他仅仅获得了预流的果位，获得预流果位之后呢，然后从声闻道呢转入于独觉道。那这样子独觉的友情呢，它在断除了就是世间的第六品烦恼的时候呢，就是欲界烦恼断除欲界烦恼第六品的时候呢，它也是能够进入这个一来，然后呢从一来进入一来之后呢，再断除这个欲界的第九品烦恼之后呢，然后能够获得这个不还，所以呢，就从这边呢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在经曼论里面呢是承许说独觉呢也能够安立小乘八地。哦，对，他可以考上个杰伦不去的这样，不去个送下的那些生的个兄弟嘞，都给上面觉得哦，他兄弟个那下想的这个空间都不要的，这说他下生的，他得了家去了，对公办我那看人都这个钱，嘛是吧？你看做把的看到国外，看做国外都能看到当然这个。哦，对。所以呢，就是之前就是有讲到说，对于独觉呢，是否能够安立这个小乘八地呢？那就人们界就有讲到说呢，就是如果以父子三顺的经教来说呢，那能够有承许的呢，就是在经曼论里面，还有就是克祖杰大师的这个善说就是南正光明论里面呢，就是有提到。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那人们界会把原文呢，就是发给大家。哦，对，你给了有了呗？这些是这。可以请刘师。哦，他对的，他对呢，第一这个他对多少钱？他对了，让你支付这边原来对面西点这边面对个温度，面对个谁？他对其他兄弟个那些让给了钱的嘛，就是也得讨觉的干净起来，这是嘛，干净起来。哦，他兄弟我对，他的干净起来，他的这个，他卡上你的那了，那边这个他的下，个人进来是呢，卡上你呀。Sabageda, Shabaki, Shizuki, Machutu, Saswan. That Shizuki, Machutu, the Kasang, getting into the Tolam Tungi Chese, and the Kujun Chese, Tungi Chese, Chese, Kuju Chese, Chese, Goba Chese, Lamdu, the Chinin Chinswa. Since the Chimba in the Diana Yang, Kaji Tada, and Yenduki Tolam Sabagedi. Pension song she had dinner, Yenduki Tolam, Sabaki, the Shabaki, Chicha the Kill killing Gordon, Sabaki, the Shabaki, the Rimjin the Kill saying in Jizu Shisha in Sumuyard. And Jizu Shisha in the Rimjin the Kill, Pat touch the Kawayo is in a Yomar, Sabaki, Chicha the Kill, Kansa Ombu Nombo the Dina, Yan Sabaki, the Shabaki, Chicha the Kill, Kansa Chia Shabior. So Chita and Ko Yenduki Tolam, Sabaki, Shatan the Dulce. Oh, Rimjin the case. 이내 지자의 경영지 아유 매월에서는 말이 예수고요 지중기 다 군지 벤치는 무지체 어다 되는 양 이제 샤바카 가지기 아니 소바기의 지자의 겨왔는데 상치 요하래 그래서 어디래 가도스래 那所以呢，就是关于声闻地、独觉地呢，是否能够安立小乘八地呢？那这个呢，是在讨论时候的一个重点。那所以这个呢，就是虽然说在父子三孙像是经曼论啊，还有克觉大师的经典里面呢是有如是的程序，但是呢，这个还是要去讨论说它背后的就是真实的这个密意，它真实的内涵呢到底是什么，是还可以再去做讨论。那这是第一个。那还有上次呢，我们在解释到八忍八支的时候呢，那我们有提到说八忍八支呢，它是依次升起，就是一个一个升起来。那以福生大师的承许方式呢，福生大师是承许就是八忍和八支呢是同时升起的。
那这是两位祖师呢不同的一个承许方式。那虽然说我们是以法从大师的方式来做解释，但是法从大师是一定承许说八忍八字它一定就是依次第升起嘛，也是不一定的。但是以一般的状况来说呢，就是八忍八字它是依次第升起，但是如果对于立根的有情来说呢，那这个立根的有情它也是可以同时在心绪当中呢同时升起八忍八字，所以这个是要做一个区分。我呢，14감 입에 통람 값을 그래. 그래서 어다 되네 그래. 다 되네 켜봐면도 당연히凶가는만 조긴다. 다凶地돼서 만드나 어다 돼. 那就是关于说，以法床大师的这个见解来说呢，就是八忍八字是否是同时升起，或是依次第升起呢？那最主要探讨的地方是在现观第二品，就是在讨论见道的部分。那这个呢，我们就之后呢再来做解释。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回到就是课文，因为已经很久课文已经很久没有往下做解释了。어때? 다 랑이 드부게 연대 때문에 시대 집에 연대기 원도 연대기 사이즈 인스라래. 다 그래서 랑이 드부게 연대 때문에 시대 집에 연대기 원도 랑이 드부게 연대 안에 도매 연대 도마 연대기 랑이 똑배 연대 안에 도마 아니 계사기 시대다 어디 제바 인자 콜라 살아로 다 텔라 되는 연대기 연대 망부지 계획이 땡델라 연대기 사스라래. 그래서 콜라테는 중규기 년뒤기 총람 저람기 소조당 안에 통공로 속아 대다기 연대방 밥에 연대 공마 대다 계사기 시대다 우지 지기 연자 년뒤기 사스라 지당 람기 똑바 공마 계사기 땡이 베체는 콜라 사스라 소아 어타 두시는 자규리 년뒤기 원도자 람기 되지 임바 년뒤기 원도다 년뒤기 람기 되지 년뒤 어디래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20页的第2行，就是作为治国众多功德的所依基础之声闻现观是声闻地的定义。那就讲到说呢，什么是声闻地呢？就是透由声闻地呢，它能够产生众多的治国，就是透由声闻地呢，它能够升起声闻的，就是资粮、加行、见道、修道等等，所以它是众多功德所依的缘故呢，所依的这个基础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是声闻地。那前面呢，就是我们在解释地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作为治国众多功德所依基础的入道现观嘛，那这个呢就是地的这个定义嘛，它的性相。那所以同样呢，声闻地的性相呢，它同样就是加上声闻的现观。那我们在讲现观还有道呢，都是同义。다 년도기 사이즈 년도기 살아기 다 년도기 살아이나 소개기 사다 파베 사스 다 소개기 사스 소개기 람스기 요래 사스도 람로 고고여봐 그때디 년도 파베 사스도 파규기 람라스기 요래 分类有2，就是声闻的异生地，还有声闻的圣者地。那我们知道说异生呢，就是指凡夫。那就提到说地和道，所以声闻的异生地呢，就是声闻的凡夫地，或是声闻的凡夫道。那声闻的圣者地呢，那就是声闻的这个圣道。소개기 사스 다 디가서 내가 치준 얘기 다른 디직래나 딩에나 야고요래 삼삼트레스 람가 수종아 다 디가서 저어디 가르쳐 그러는데 람가 수종아 줘래 람가 수종아디 도도징에나 럽즈야 내가 전부징에 차래 그래서 람가 수종아 세디 람가 수종아 쓰라고 해야 람가 수종아라도 지당기 람가 가져야래라나 소람 조람 토람 공람 멜로람스 람가 요래스라고 나스 수종아라도 나쳐 수요래스 거 년도기 람 소람 조람 토람 공람 멜로람 랑기기 소람 조람 토람 공람 멜로람 태쟁기 소람 조람 토람 공람 멜로람 진짜 나 제와 숨라 나 숨종아스라 对不对？어때？所以呢，就是之前呢我们也有讲过，那这也是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再提一次，就是我们一般在讲道的时候呢，有几个道呢，就是5道嘛。那5道呢，就是资粮、加行、见道、修道、无学道这5道。那我们知道说，一般呢是分为5道，但是3乘呢都各自有5道，所以我们会讲说三乘5道，所以总共是15道嘛，就是声闻，然后缘觉，还有大乘呢3乘，那3乘呢都各自有着5道，所以总共呢是有15道。
다 디나라 다다 니들이 살아 속에기 사다 아니 박배 사케 제질레 송아 다 딜라 가르치고 요래 있으려나 람가 순종하게 낭라스 속에기 람 코나잉이 가져 요래 있으려나 속에기 람 코나잉이 딜라 니 요래라 이마도 요마 디딩 엔디기 속에기 사들라 소람도 조람 이자서 디 속에 운에래 년도기 초람 받은 조람바 있나 속에 비켜버려 년도 초람 받은 조람바 파바의 시도 지연요 말이 먼저 니 람가수 종하게 나네 속에 람 가져요래서라나 속에 람 니요래서 타지도 속에 임바 속에 임바 때문에 내들라 那不过呢，我们这边呢，其实有讲到说声闻的这个凡夫道，还有声闻的这个圣者道。那所以我们刚刚就讲到说，总共3层是15道。那15道里面呢，就是只有凡夫道的呢，就是真正只有凡夫道的呢，就是2道，那就是声闻的资粮道跟加行道。因为只要是声闻的资粮道跟加行道呢，它就是一定呢是只有凡夫，他和圣者呢是没有任何交集的。所以在15道里面呢，就是为凡夫的2道呢，就是声闻的资粮道还有加行道。第一的年对给说给呢，年对给说给呢，说给我那看老古要的，所以只要是声闻凡夫道的有情呢，或是说只要是声闻的凡夫呢，他就一定呢偏是凡夫，他就一定是凡夫。年对给说给的说给我那，让年对说给蓝的，说给上我那差不要的。那因为声闻的凡夫呢，他一定是凡夫的缘故呢，所以声闻的凡夫道呢，他就一定呢是凡夫道，或者说他就一定是一生道。说给的怕被给蓝差钱你看这有的是那喜欢，让给错了的叫了你，赔钱给错了的叫了你，错了的叫了给等你嘛都给这些啥要嘛，可是呢，他们原先了怕他们没差不多啊，第一的是让给错了的叫了你，赔钱给错了的叫了你不提了。说给蓝的年有的，怕说给年对错了把的叫了把蓝的这个汤不，年对错了把的叫了把，让给错了把的那个让给错了把的叫了把，安尼提前错了把的叫了把，对了，说给我一年有的，爸爸一年有的，第一的说给的爸爸，他知道我要嘛的，你给差有你的了我，的了希望，年对错了把的叫了把，错了把，第一章。아니 랑게 초람바다 졸람바 태진 초람바다 졸람다 졸람 태진 랑게 초람다 졸람 태진 초람다 졸람 람라 차인디 시부들이야 아니 소기기 람다 파기기 람기 차치야유 에디람 那在15道里面呢，就是他又能够同时有凡夫道以及圣者道的呢，那总共是有4道，那就是从声闻的独觉，就是从独觉的资粮道跟加行道，还有大乘的资粮道以及加行道。那这4道呢，就是它会有凡夫，它会有凡夫道，也会有圣者道。所以这4个呢，就是独觉的资粮加行、大乘的资粮道还有加行道呢，这4道呢，就是它可以区分，就是里面是有凡夫道也有圣者道的。哦对，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了？我说吧，是吧？的가르치는 데年对초람바다 졸람바다 가르치는一定是反复，是吧？小圣智的，那个小乘道的小圣道的，초람바다 졸람的졸람， 资粮道加行道，小圣智的资粮道加行道，这一定是反复。为什么？让给초람다 졸람， 让年对给초람바다 졸람바다呀，年对초람다 졸람나 슈관이有嘛嘛？ 提的写不过去，但랑게 토람다 고람 톱 대지 토람다 고람 톱네 연대게 토람다 중에 중에 여러분은 요말 매야 인자 연대 토람다 졸람들라 소개게람 코나마도 도사메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会讲到说，为什么呢？这4道是能够区分，就是里面是有凡夫道以及圣者道。那我们先从就是唯有这个凡夫道的，就是声闻的资粮道跟加行道。声闻的资粮道跟加行道，它为什么一定是凡夫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只要3乘，任何一乘呢，只要进入到见道之后呢，它就是圣者嘛。所以在还没有进入，就是你从一开始就进入声闻道的时候呢，那你进去一直到你成为圣者之前，你在见道之前呢，你一定是凡夫道，所以才讲到说，
进入声闻道之后呢，它的声闻道跟加行道呢，它的资粮道跟加行道呢，一定是凡夫道。다 랑게기 총람당 졸람바 니체 태제기 총람다 졸람이라 소게다 파고 차체가 요래 소게 가르차체 소게 코나 임바 가르사 당본인의 랑게다 총람다 졸람 쉬고 있나 총람다 졸람 쉬고 있나 디소소게 오이네 당본인의 태제기 총람다 졸람 쉬고 있나 소소게 코나 있네 다 년되기 총람토 랑게 람을 쉬게 요래 그래서 태제 통람도는 랑게람을 중요하다. 랑게기 통람다 졸람라 파파 임바디 컨디션을 년도 통람토 아니 랑게람을 중요해요. 랑게 통람다 졸람을 쉬고요. 인자 파규 라미니데 샤워. 다디나시 년도 다좀바다 랑게 다좀 또 보면도 손에 태제기 통람다 졸람을 쉬우듯이 파파를 해주고요. 파규기람. 디인데 태제 통람다 졸람라 파규기람 있는데 뒤차고요.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说，就是刚才所讲的，像是独觉的这个资粮，还有加行道，它为什么能够区分凡夫道还有圣者道呢？那同样大乘的这个大乘的资粮道跟加行道，它也是能够区分凡夫道以及圣者道。我们讲说就是凡夫道是哪一些？就比如说他一开始呢，就是去入于这个独觉道的有情，或是一开始就去入大乘的有情。那他因为一开始就去入于独觉和大乘的缘故呢，所以他在资粮跟加行的时候呢，他还是凡夫嘛，因为他这时候心绪当中没有任何见道的功德，所以一开始就进入独觉还有大乘的这个资粮道跟加行道呢，他是凡夫道。那独觉的这个资粮跟加行道圣道是有圣道位是如何安立的呢？比如说他已经证得了小乘的，就是声闻，他证得了声闻见道之后，他他已经证得了声闻见道，然后呢，他才去入于独觉道，再从独觉的资粮跟加行到去入的这个有情呢，那他就是在独觉的资粮跟加行道呢，那他就是属于圣道，因为他已经获得了声闻的圣者的果位，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是圣道。但是这一种呢，他只有进入了声闻见道之后呢，然后再去入于独觉的这个行者，因为不可能去入大乘见道之后呢，才又进入于独觉的资粮跟加行，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所以独觉的资粮道跟加行道呢，他所安立的圣道位呢，就是声闻见道之后，他已经获得声闻见道之后呢，他再去入于独觉的这个资粮跟加行道呢，那所以独觉的资粮道跟加行道呢，能够安立圣道。那同样呢，大乘的资粮道跟加行道呢，它是像是独觉，就像刚刚讲的独觉的见道，他证得了独觉见道之后呢，他在回小上大去入于大乘的时候呢，那就是大乘的资粮道跟加行道。那这个时候呢，他也是圣道，因为他是圣者。那或者是呢，他已经证得了小乘的阿罗汉。他已经获得声闻的阿罗汉之后呢，那他才回小向大进入大乘。那这时候进入大乘呢，他在大乘资粮道跟加行道的时候呢，他也是圣道了。다 년도의 통람당 권람의 랑기 통람다 졸람을 쉬고 요래 마도 년도 멜로람니 쉬고 요 말다. 그래서 멜로람 쉬고 요 말은 년도 다좀 드부터나 랑기다 년도 니가 방자 코알을 줘야 체들이. 다 톱자 타버토에 제도 타버톱자는 양게 타버토 고고요 말봐. 니요 말에. 那有一点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就是声闻的见道呢，它会去入于独觉道。那能够去入于独觉道的呢，就只有声闻的见道还有修道。成为声闻阿罗汉之后呢，他是不会再去入于独觉道的。为什么呢？因为独觉他所希求的呢，就是从轮回脱离轮回嘛。那独觉希求的是脱离轮回，同样呢，声闻所希求的呢也是脱离轮回。所以声闻呢，当他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他已经获得了他所证的究竟，就是脱离轮回，他已经获得了解脱，所以他就不会再去入于独觉道。所以会去入于独觉道的声闻呢，就是声闻的圣者呢，就只有声闻的见道还有修道。那无学道呢，声闻的无学道呢，他是不会去入于独觉的。어디래 다 소개기 다 딜하마 가져라서 달하마 가져 여바 딜하마 수정하네 아니 타지도 파파 코나이바 팔람 코나이게들 다 가져라 얘들 소미어와 팔람 코나 밀로라서 랑게기 라 밀로람 팔람 코나 밀로 소미어와 아니 대전라 팔람 코나 밀로 소미어와 아 팔람 코나이바 딜라 고요 어다 아니 람가 수정하 줘봐 다디 럽저지 당번에 러바는 샤워래
那三圣十五道里面呢，唯是圣道的，唯是圣者道的呢，那就是剩下的9道嘛，也就是我们知道说从声闻的，就是见道、修道、无学道；独觉的见道、修道、无学道，还有大乘的见道、修道、无学道呢，这9道呢是唯是圣者道。那所以大家了解了这个三乘15道之后呢，那这相关的内容呢，就是一道记一下。对，他老马说讲呢，你们知道吗？我问你们呢我问了。他南马苏讲啊多啊，南卡最有的，只当南卡最有的。那一般呢分为几个道？给收借给郎当。没有，现在刚刚那个我怎么讲呢？我送讲啊，就是我们在讲就是三乘15道嘛，所以在这个基础里面呢，一般里面是讲几道？5道？5道。对，15道，对不对？对。第国家肯定叫我的是呢，他南马苏讲啊，那啦，所以个南困难一把卡最有的。那在三乘15道里面呢，就是唯是凡夫道的呢有几道？2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资粮道，一个是加行道。这不是刚刚你先上的是声闻资粮道，声闻加行道。推给加过来。就是我们回答的时候呢，不能只说资粮道跟加行道，一定要加上声闻的资粮道跟加行道。对，他所给给人的怕人给恰恰有人卡这样的。那在三乘15道也退了。所给给人的怕人恰恰有人卡这样的，人家说讲啊。那在三乘15道当中呢，就是它能够同时区分凡夫道跟圣者道的呢有几道？4道，独觉的声闻道和加行道，以及大乘的资粮道和加行道。再说，那个独觉的资粮道和独觉的加行道，以及大乘的资粮道和大乘的加行道，这4道会有既有凡夫又有圣者。对吧？没错，他怕人困难一把卡这样的。唯是圣道的有几道？有9道。9是什么呢？声闻的见道、修道跟无学道，以及独觉的见道、修道和无学道，以及大乘的见道、修道和无学道，这9道为是圣者。对，那他读这一句，我问你啊，让你从他们的教他们的，所给给他们一把卡就下过来。那就是请问，就是独觉的资粮道跟加行道呢，就是凡夫的，是如何安立？独觉的话，他是凡夫的话是这样安立的，就是他一开始就进入独觉道修行，对，没错，那就可是好罢了，圣者是的，圣者怎么呢？独觉的资粮道跟加行道是圣道了，该如何安立？就是他已经证得了声闻道的加行，已经证得了声闻的见道或者是修道了，然后他又改到了那个独觉的资粮道或加行道。对，他们有的，我们修过一个有的。就是回答的很好，就是可以从声闻的见道跟加行道呢，然后再进入独觉的这个资粮道来做修持。他推荐你从他们的教他们你啦，说给他们一把开始下来。那大乘的资粮道和加行道是凡夫道该如何的安立？大乘的话就是声闻凡夫是吧？一开始就进入大乘的修行者。对。圣者呢？圣者的话有2种情况，一种就是声闻的，他已经获得了声闻的见道或修道，然后他又进入了大乘的资粮道；另一种是独觉，他已经获得了独觉的见道跟修道，然后他再进入了大乘的资粮道进行修行。非常感谢，非常好。但没错，但我提纲了3步去结果啊。他得了3步卡的结果的是呢，
年头给创浪的叫浪的年头给说给啥音，说给啥音了过来，这说啊，他让给创浪的叫浪你的，让给说给啥音，说给啥嘛音是音被嘛卡不了过来，我说啊，让给说给啥音了过来，别那年头给创浪的光浪呢，让给创浪的叫浪的光浪的修的，让给说给啥来了过来，让给说给啥来的。rangi ki lam da soki ki saki ki shidin imbi chani khoji amare di rangi ki lam la tena ko soki ki chatu re la所以呢，我们中间呢，如果再区分的，就是再更清楚一点的话呢，就是声闻的凡夫地呢，就一定呢会是凡夫地，因为它就一定会是凡夫嘛。那独觉的凡夫地呢是。对于独觉来说是凡夫地，但是呢不一定是凡夫地。那为什么是独觉的凡夫地呢？因为就是观待于独觉来说呢，它是独觉里面的凡夫。di nangshi teji ki cholam da jolam de la teji ki soki ki sa yin la yin na yang teji ki soki ki sa yin la ya di teji ki lam da soki ki lam ki shidin imbi chani mari teji ki lam la de ko soki chagu ya。那同样呢，大乘的凡夫地呢，它是观待于大乘来说呢是凡夫地，但是呢，大乘的凡夫地呢不一定是凡夫地，因为大乘的凡夫地呢，并不是说哦又是大乘又是凡夫的缘故，所以叫大乘的凡夫地，并不是这样安立的。那为什么安立是大乘的凡夫地呢？因为它观待于大乘的修行者来说呢，它是属于大乘的凡夫地。这是你明白了。但平常心年头查准备到帮我的双呢，提前给掏浪把的不记呢。年头查准备到帮我的双呢，提前操浪把的叫浪把掏浪把，让给查准备到帮我的所谓提前操浪把的叫浪把掏浪把赢吧赢呢。他过查准备来查了哇，没有把来查了哇。查准备给看把了没有那么是个样的，对起来。加上过没有把赢查的，他过老把马来了呢，他可以làm的做老把马来了呢，老把马赢，提前给老把赢。刚才的了，提前给老板赢，老板买赢都是那个嘞。就是说，老板买赢的没老板赢，比起大众买赢比起那个。面对的，人家大众比多帮我都所谓提前创浪把的、叫浪把、创浪把、光浪把有了，点数给老板买赢，提前老板赢，提前老板赢那老板赢不买的，没老板赢的大众买赢，大众把的没老板赢对起嘞，大众比给看把的没老板给看把赢对起嘞，没老板赢对起嘞，我都是那个嘞，丢日怪的气呢。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就讲到说，就是像证得了声闻阿罗汉或是独觉阿罗汉之后呢，在趋入于大乘的这个无论是资粮加行见道的这个有情呢，那因为他已经获得了就是小乘的阿罗汉果嘛，无论说是声闻阿罗汉还是独觉阿罗汉，所以对于这个阿罗汉来说呢，他心绪的道呢是不是无学道？是无学道，所以我们会讲说先进入小乘，已经成为小乘阿罗汉的这个行者呢，他心绪当中的道呢是无学道，但是呢，是不是大乘的无学道呢？并不是，它是大乘的有学道。所以这样子的有情呢，就是先获得了小乘阿罗汉之后呢，再进入大乘资粮加行见道的有情呢，他是不是有学道的有情呢？我们会回答不是，因为它是无学道的有情，但是呢，它是大乘的有学道，会做这样子的区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到说，阿罗汉呢，你只要获得阿罗汉之后呢，你心绪当中的道呢，一定是无学道嘛。那你既然已经证得了小乘的阿罗汉果位的时候呢，所以你心绪的道呢，一定是无学道。但是是不是大乘的无学道呢？不是，因为是大乘的有学道。他做什么？他다른 말한 줄 없지 낭로는 람가 수정한 낭라 소개게 람 타지도 임바 가져요 소개게 람다 팔람 차치야이 가져요 팔람 코나 임바 가져요 다티 내가 치슈 찍들이다 디 사람게 낭로 코바직 내가 치슈 찍디 고쳐버려 디교네 맞으나 아니 사람 좀막 가져 디야 갈래 लेल 하슈지 셰고야 찍들이 내가 치슈지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说，就是分为三乘五共15嘛，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的重点就是在15道里面呢，就是为凡夫道的呢有几道，那能够区分就是凡夫道跟圣道的呢又有几道，就是这个呢一开始就要了解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在学地道的时候。사람 조사 외질라 람가서 정화 속에다 팔랑기는 도다 맞잖아. 아니 차차래.
因为呢，如果说我们学完地道之后呢，但是搞不清楚说地道里面呢，就是为凡夫道呢有几道，那能够区分就是圣道还有凡夫道的有几道，要是区分不出来的话呢，那地道就等于是白学了。哦，他对的，第一季没讲过的，他第一他对的嘛罗呀的，他眼对到多多，再来也那眼对个说个啥的，怕被啥意思，眼对说个啥的说个啥我呢的，他得讲起了，对眼对个说个啥讲起了。眼对说几个对吧？眼对个啥关系啦？眼对说几个对吧？我多的啦，啊呢？眼对个说几个啥了我？眼对个说几个啥了？那个就是超出了你，大概来说超出你。眼对个缺我多的眼对个创浪个经验，他既然第一个是，卡的是呢，落了眼睛的，卡上还是我多啥？你去给这些说，他第一个是眼对个创浪个告诉卡了说，眼对个缺我多，眼对个创浪个经验了说啊。既然眼对的缺我多，眼对创浪给经验，那个就这个是呢，缺我多创浪给经验的，缺我多，他创浪的短期的可能是长个这段也会的，你是不是嘛都要嘛的是的，缺我多，他把恰对，缺我多，他把恰对，创浪，我在听说刚刚短期的，兄弟，他把恰对，他把恰对。好，这样有是。就是呢，这边大家如果记一下呢，就是和大乘资粮道呢，就是我们先讲这边好了，就是我们刚讲完呢，又分为声闻的凡夫地，还有声闻的圣者地。那作为治国中德的属一基础，而且呢是一生声闻先序所设的现观呢，就是声闻一生地的这个定义。那分类有二，就是声闻资粮道，还有声闻加行道。所以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声闻的这个凡夫道呢，它就是声闻的资粮道跟加行道呢，这两者是声闻的凡夫道。那接下来呢，声闻的法现观呢是声闻资粮道定义。然后看到为什么声闻的法现观呢是声闻资粮道的定义呢？因为我们从这边就可以了解呢，法现观呢就是资粮道的性相。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几个就是同义词，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法现观，还有资粮道，然后呢还有就是福顺解脱道。法现观，然后资粮道，还有福顺解脱道呢，那是属于这个和资粮道都是同义的。他定了点呢，他让给了点呢是解决的，他本来谈不得的，他把下段超浪全我都短期下把印章，他全我都面对个超浪，面对个他把下段短期让给了点呢是面对个让给个他把下面对让给个全我都让给个超浪短期的。提前了，提前给他把钱的，提前给创浪，提前给全国都短期的，都是加下去的。就是我们从这边呢，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呢，是资粮的声闻的资粮道，声闻的法现观，然后声闻的这个顺解脱道呢是同的。那同样呢，独觉的资粮道，独觉的法现观。独觉的顺解脱道呢也是同意。那同样呢，大乘的资粮道、大乘的法现观，还有大乘的顺解脱道呢，都是同意的。哦，他对的。他本来年头给蓝，让给蓝，推荐给蓝谁的话呢？他把肯定是吃过的是的，蓝就了给的研究给啥把给的了哇？他年头给蓝谁的肯定是呢？本来头家年头给本来他说找不起讲，俺找不起加下把人呢，研究给啥把夸了，你把中头给啥把就往买一把去给我吃。他研究个三把叫我买一把叫我讲，俺把中队个三把就叫我讲起了，俺把夸了，俺把中队个三把他夸了嘛，这个他们都夸了这个都夸了这个，安尼他把得了研究个他把人家个他把研究，他研究个长久他个都得了没呢？研究个长久了没呢？安尼他把研究个长久了没呢？安尼夸了这对个三把叫我买一把去当。研究个长久了没呢？得差不多个三把。叫妈妈一把研究个300叫妈妈一把去看对，给说呢，会研究个他们修完。
다 랑기기 찬줄라 미니 코알랑 에버 준디기 삼바 조마 마인 버지 난 카디 깨바이나 랑기기 람 슈바 해jen기 찬줄라 미니 타이베 만주는 게 타당이 심지어 탑지기 체도 조장터되기 삼바 텔라 미니 년주기 삼바 깨나 해jen기 람 슈바 디 두스레 디양 럽지 당번에 하고 그러 마시 년되기 람들 랑기 람스도 그다고 년주기 삼바 깨 사베jel 코이 고샤다지 깨부에서 디 말에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那我们该如何去区分呢？就是资粮声闻的资粮道，然后独觉的资粮道，还有大乘的资粮道呢？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区分呢？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升起道的一个基础，就是前面所讲的，它一定是透有出离心嘛。那为什么出离心它能够就是变成声闻资粮道，或是加省资粮道，或是声闻资粮道，或者是独觉资粮道，以及大乘资粮道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在我们升起了出离心之后呢，那就看你的所缘呢是缘着谁，就是你所缘的呢是为了能够获得声闻菩提的果位，所以我想要从轮回当中出来，因为我脱离轮回最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得到声闻菩提果位的话呢，那这个呢就是声闻的这个资粮道。那同样呢，你要升起出离心之后呢，你所缘的这个果位呢，你是缘着缘觉的菩提，你是缘着缘觉菩提之后呢，然后升起了我要脱离这个轮回的这种出离心的话呢，那这个出离心呢，就是独觉的这个资粮道。那大乘的资粮道呢，就是缘着一切有情，我缘一切有情之后呢，我想要从这个轮回当中呢脱离出来，那这种心呢，就是大乘的这个资粮道。所以我们知道说，资粮道最主要呢是在于说你缘的所缘不同之后呢，你对于果位菩提，你所缘的是声闻菩提，还是独觉菩提，还是大乘菩提？对于你所缘的菩提，不同的菩提呢，而产生想要从轮回当中出来的出离心，那个呢，就是决定说你是声闻资粮道，还是独觉资粮道，还是大乘资粮道，而并不是说呢，我升起了出离心之后呢，我这个出离心呢，再去区分出这个出离心呢是声闻、独觉还是加行，不是的，而是一开始呢，就从你所缘的果位呢，就决定说你所升起的出离心呢，它到底是声闻的资粮道，还是独觉资粮道，还是大乘的资粮道了。我们去医院的医养，我们看医院的时候，没看了蛮重要了，国里面吧，手外面吧，肚子的医生，头的医生，脚的医生，全部都看了有了。我们去的之前，我们想嘛다른 고위 멤버 땡고 당번에 땡으면 맨간 레선에 하디 신이 고위 멤버 땡기 가서네 삼로 거죠 말아 당번에 거거라 어디 나시 코알랑 해버 준디기 삼바키야 발라 타 코알랑 해버 준디기 저는 코알을 제와 타바 년대기 찬주 생기데 나티 토고도 삼바 당번에 람람 마슈게네 삼로 당 토고 다 단다야 람람 년대기 람랑기 람 소미요리 라디 야람 줄에 계산에 신이 고세게 의외서라디 말해举个例子来说呢，就像我们在去医院之前呢，我还没去医院之前，我就已经决定说，我今天要去看肠胃科，或者说我要去看心脏科，我要看哪一科。我还没去医院之前呢，我就一定会先决定，我不是到医院里面以后呢，才边看说，我今天到底该挂哪一科，你并不会这个样子嘛。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希求，我们在决定自己是成为声闻还是独觉还是大乘的时候呢，是我还没有入道之前呢，就从你所缘的果位呢来做决定，就是你还没有进入道之后，你就已经决定了说你将来所希求的菩提呢是哪一个菩提，然后由此来决定呢你所进入的呢是资粮还是声闻还是大乘，而不是道在心绪当中升起来之后呢，你才去决定说你这个道呢是声闻还是独觉还是大乘，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时间到了吧？对不对？他上个上个超级不要钱吧？对，他超级你嘞，全国都超难给钱，但全国都超难给钱，但全国都超难对，对，他对不对？下个。对，他的초남 기빠도 샤샤. 아니 초남 이야와 충리 칠솜다. 초남 이야와 충리 칠솜데 디나 디디마도 요마레. 띵에 똑저지 괴저 로투나삼 슝카시치니야 카공치. 디나로 로투나사고도 신 다다 디코라나나 살람 망체와 나라 초남 기까도 초남 충리 칠솜마도 카데스 조고 예메 초남라 아니 조소시디 카데 조고 예메 개버랑 요마레 살람 망체야 따라
你讲了多自己熊的那边讲的呀，入去所以你讲写图那什么的，但他人讲就去想想嘛的，那讲传统就超级漂亮吧，对。今天呢，就是我们先上到这边，就先讲到说声闻之两道的这个现象。那就是在声闻之两道呢，就是讲到说声闻呢，它又分为上中下品。那同样的，在讲到加行道的时候呢，就是会分为暖顶忍是第一法。那在一般呢，就是在解释地道的时候呢，都是这样做解释。那不过仁切呢，就是想把相关的内容呢，都是能够连接在一起呢做解释。那今天因为时间不够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之后呢再来做解释。哦呀，他的理解，来，提我有哎，提我几个，那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问题？一个，想请教一下仁波切，就是刚刚您说是就是大乘进入资粮道的标志，就是说为了利益一切有情，然后升起要证得菩提果位的这个出离心，您说是进入了大乘资粮道。但是就是我记得以前好像有听说过，就是说是发起了那个菩提心是进入了大乘资粮道的一个标志。我不知道我之前理解是不是错误的，想请仁波切解答。Lagi 좀 재수가 된 가서 배나 태진기 장수람이네 NS네 주라 된데 당 예중 유세마 제와디 다 태진 초람디 주야르샤 이나 우마 고디 먹으셔 태진 셈제 지네 시네 된데 태진 초람 주도 고도아 디 고와 간데나스 一样同意，推荐中浪给我的同意的，同意。哦，你同意。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仁波切。名字不一样，意思一样。哦，对。明白了，谢谢。请问仁波切还可以再问一个吗？呀，好，那仁波切刚才是说的这个，那入道的标准的话，入大乘的标准是是那个是菩提心，那小乘入道的标准就应该是出离心了。태명기 람디 주고디 예중 유세마를 태진 람이 주고디 장주 선지 태명랑이 주고 对，可以。谢谢仁波切。好，谢谢。我的工作电脑的做的第二天嘛嘞。就是想请问大家，因为等一下就是因为今天是元根灯会嘛，中科大师元节纪念日，所以我们会举办会供。那不知道说大家是会这样线上参加吗？没有的话，参加。开始抽下对吧？有时。回向的，我的切想呢？那时候。嘛嘞，我就我的切想，有点我的切想呢，过来天就差不多。那没关系，我们还是先做回向。那如果说有想要就是参加的同学呢，那就可以继续留在线上。我靠，这忙起来呀，嘛都嘛。因为回向呢，就是回向越多越好，它没有太多的过失。那我们将今天所闻法的功德呢，回向世尊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特别是三界法中科巴大师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源远流传。那我们也回向尊者，还有一些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以及所有的持教大善知识，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能够早日成办。那同样对社会有贡献的这些人呢，无论说是否有宗教信仰，那有宗教信仰里面呢，无论说是否为佛教徒，我们也祈愿他们都能够长寿无病，他们的所愿也能够快速的成办。我们也祈愿一切的国土没有任何的战乱以及疾疫，那特别是疫情呢，能够早日息疏。那总之就是将我们三世所及的一切善根回向给一切有情，那祈愿一切有情都能够早日成就佛果位。
我老师。好，下边报我记得经报。有某文殊如是了诸法，大恨普贤菩萨亦如是，未能随从彼等清净学，我将此等善根皆回向。三世一切善施圣者众所作任何殊胜诸回向，我愿将此一切众善根为行普贤善行皆回向。所有礼赞供养佛如来，请佛久住世间传法轮，随喜忏悔等诸妙善根，回向一切众生及佛道。愿此学人环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根源处，观音自在定境假咒尊，莲足坚住直至三有智，至亲显密教法册，善智为生顶上言，智慧礼上师愿缘，众生导师愿久住，希愿至尊上师及长寿，净善事业广传十方界，显慧教法明灯十三地，消除有情黑暗常安住。总之愿定善事皆欢喜，并以获得佛意之广闻。如来圣教遍扬于十方，修行所作妙善皆究竟。吉祥上师愿长寿，遍虚空界生善乐，知他尽罪而及之，快速成就佛我位。本时空菩萨任谁处何处，彼等心愿皆成办。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诸世间，尽除众生苦。我也去突击切，念到了突击切，大家谢谢。